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初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南市佮查到3件烤地油无合格，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质疑台南的台糖无通报。台南市长黄伟德讲，台糖伫台南是去查油部门，若要提出5项公投草案，调解协商无共识。中选会表示，就算所有的公投案一直降中选票，嘛无法度解决投票塞车的问题。宜兰孤山岛往南方的方向出现上百只立即保育动物乌鹅，带游客走找海岸的导游讲，这是20年来头一届看到。来看中年油品的油，佮强调永生的烤地油防验着有致癌的成分。台南市今仔是佮在公布稽查23件的产品，其中有3件烤地油无合格。另外，台糖伫5月发现向中年采购的粗油原料有问题，随着退货。台中市长罗秀燕是指出讲，台糖油品的部门设伫台南，应该着爱主动通报。也毋过，事实上，台糖台南的部门是管理加油站甲汽柴油。台南市长黄伟德早起就回应讲，毋通甲汽油当作是假油。中年油脂事件，社会拢真关心食品致癌物的风险。讲家己用心做真好的烤地油，嘛表示按记录。除了国内有8批烤地油，互人检验出超标。日前台南市卫生局大动作稽查抽查烤地油，乌麻油等23件，测试也公布有3件无合格。23件产品里面有16件是苦茶油的产品，另外胡麻油跟芝麻油有7件哈。那在这个本田里送验的结果，在昨天这个 SGS 的这个公司的报告呢，那其中苦茶油有3件，它是有本田里超标的一个状况哈。除了烤地油，台糖高雄测了5月验出中年油品有各样，嘛关系之间咧下体。台中市法制局质疑台糖发现油品问题，煞无通报台南市府，对出黄伟德测试嘛前往台糖轰炸，强调台糖退回是脱加原油，并不是食品，而且工厂咧高雄，原料源头咧台中，业者依法根本无通报记录。台中市政府告诉说这个。台南这个台糖的油品事业部是在台南，所以台南应该去查，不要把汽油当食用油，汽油是不能喝的。高雄市咧7月初9就下令，但是和中年有关的产品，拢会使先摕落来。高雄市政府呼吁调解，停止讲政治话，应该赶紧合作修补食安法的空隙。我们会尽我们所有的可能，把所有我们能够收集到的任何茶厂的任何的资讯，跟在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厘清等这些相关的事证，那移送给台南市卫生局来做最后的一个判断。针对通报证据，目前检讨单位已经迁入追查问题油品的源头，地方和中央卫生单位嘛扩大咧抽检，专力追查原料对倒位来，媒体乡亲饮食安全严格把关。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第10届的凯达格兰论坛今仔举行，总统赖清德亲身出席，接受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发表谴责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声明。赖总统嘛表示讲，这个新法侵害着咱台湾的主权，佮想要透过跨国镇压，互人惊甲唔敢出声，制造惊吓。总统是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团结来反制。1, 2, 3.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 伫咧第10届加达加兰论坛顶头，总统赖清德接受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 IPAC 谴责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声明。赖总统感谢 IPAC 对台湾的支持，佮指出中国民族法若是侵害台湾的主权，佮想要用跨国的镇压制造叫大家激点点唔敢讲的寒蝉效应，呼吁国际社会爱共同团结来反制。Taiwan's position is clear. We will not accept united front infiltration or raid terror. We will not stand by while China tries to extend its reach into Taiwan or any other free nation or region. We will build stronger systems to prevent, counter, and protect against these threats. We will also deepen our cooperation with friends and allies.
捌做过日本防卫大臣的蒋介石、中国员，嘛对中国民族法真烦恼，嘛警告各国对中国的胁迫作为，袂当干那看作是单一的治安问题，应该要以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思考对策。領空を侵犯をされれば、レーダーがこれを捉えて、直ちに戦闘機が緊急発進をいたします。しかし、自国の領土に立つ国民が外国を恐れて物を言えなくなった時に実際になる警報はどこにもありません。これを治安問題にとどまらず国防の問題として捉えて今こそ真剣に解決の手立てを打つ必要があります。也那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永固主席麦考尔嘛特别受到邀请，发表专题演讲，嘛佮特别强调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无改变，而且会继续推进对台湾军售的进度。I'm confident the President will forward another package to the Congress soon with an additional $14 billion in critical military defense articles. 另外，咱台湾伫咧非洲唯一的友邦史瓦蒂尼总理戴罗素嘛来台湾参加会议，以行动破解台湾甲史瓦蒂尼邦谊无稳定的假消息，强调两个国家友邦虽亡真久，毋过感情是愈来愈好，会继续深化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年底选举会有几件公投案做伙投票。今仔早起，南北党团是提出了5项公投草案来进行调研协商，也毋过嘛是无共识，会交互议会处理。在野党嘛提案修法，要求甲所有动公投案印伫同一张公投的选票。中选会主委游盈良是表示讲，所有的公投案印伫同一张选票，恐惊嘛是无法度解决2018年公投北大选的时投票排队排甲落长的状况。双手握条的中选会主委游盈良一透早特别拜会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表示伊家己早一个感谢两个提议，尤其今年是9合一选举，中选会希望大选年立委咧审查预算的时阵，台甲斗会当小可扭手一下。另外，就是希望这张票当真侪案的这个手法会当打动。这样的一个立法，可能潜藏极大的风险。对我们的选务以及台湾的民主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真的会开票到凌晨？如果以2022年的投票经验，一个案就到晚上11点40，2个案一定是要到隔天清晨。国外为什么可以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呢？有一种这样子的话，那中选会主委那可以不要做了吧？连这样事情都做不好，然后就恐吓，开票开到1点。那怎么样？那也呼吁中选会莫因为技术的问题，就放弃直接的民权。目前台面顶包括去年民众党提出的移转投票的公投，那今年南北分别提出的5个公投案，包括关系死刑判决的法定、变刑、中科核电、交通罚款专用、安乐死等等的公投案。另外，搁一届回应，除了是旧案，搁提一摆，其实有真侪提案伫国会就会当解决啦。无应该将立法委员爱护的责任担予中选会，也搁民众。其实有些公投案，像是把交通罚款作为交通基础建设的经费，这件事情其实立法院大家坐下来修法就可以了。开票时间可能不是最大的重点，到底可不可以投票准时结束？这可能才是大家所担心的，会不会重演一边开票一边投票的境况？我觉得那才是对于民主政治最可怕的威胁。针对今年5案的公投草案调研协商无共识，送议会处理。根据法定的程序，若是要赶11月28、9合一选举，立法院上万爱伫8月中表决通过，并且伫10天内底送中选会，互中选会会使依法伫咧公民投票前90天，也就是8月30日前完成审查，公告公投案的编号、主文，也有投票时间。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表示已经恢复甲伊朗谈判，所以美国股市是大起，也毋过今仔日本甲韩国股市拢是升起后落。台股盘中上悬嘛起到43912点，起超过500点，也毋过后来嘛落，收盘是落25点，收伫43360点。考虑到最近股市大起大落，证交所嘛宣布，这个月初10开始会缩低主题股关禁闭的时间，对10天缩低到5天哦。超买卖时间的频率嘛对5分钟、20分钟改做2分钟一改，半天会来定期检讨。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讲美伊和谈也搁咧进行当中，所以拜一美国全面收红，啊毋过拜二亚股是无对着阵，由红变做是乌的。日股盘中捌破超过1%，啊若韩股捌破2.84%，台股盘中是捌由破转做是起的，盘中上悬43912点，起超过500点，啊毋过真无耐在点过了后，搁开始咧跌啊。台湾股市呢，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接连2天是属于一个强势整理的格局。可是呢，要注意的是，今天呢，因为大盘呢还是继续面临到月线的压力啊，所以呢，是不是能够收红呢，还是有待观察。初时类股的走势是无啥相像，像讲台积电是开价行价，盘中上价2315块半55块，去液体族群是真强势，酷起哩。像讲华邦电是起价大，股价冲起哩157块。啊，值得注意的是，考虑有价证券起落的异常波动较明显，证交所宣布按70开始实施注意甲处置的新规则。第一摆甲第二摆启用发布处置的有价证券，处置的时间自10个营业日缩短到5个营业日。另外呢，若是启用处置，佮因为当冲伤过加压，当冲的占比伤过悬，启用公布注意交易的资讯，也就是人咧讲的启用的做是注意股。这处置的营业日会缩短到7天，上下表示倒配的作业时间会缩短到每2分钟倒配一届。一旦流动性上市，其实都会某种程度上会有助涨助跌的效应。那当流动性的冲击明显减少的时候，其实就会让原来的急涨或是急跌变成一种相对缓涨跟缓跌的状态。那事实上对整个交易市场而言的话，都是正向的发展。除了股市起起落落引起大家关心，进前日本新本发生规模7.1的大地动，台积电伫咧初3宣布会捐2.5亿的日票协助灾区重建，希望会使协助灾区早日恢复原本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指控驻都中心的董事长胡景群替做包租代管的调机集团前董事长李建成背书，有独立财团的嫌疑。即马调机集团嘛，佮传出有债务的危机，民众党团就要求北检应该调查。也毋过驻都中心嘛强调讲，所有的包租代管的业务拢是依法招标，批评民众党团乌白抹黑。介绍新的社会主体的招租案件，国家主体甲都市更新中心公布大家分别伫咧新北市邦桥、甲莺歌、南投埔里、台南南区，也有高雄林武的社体，伫咧8月14到9月14受理申请。这大家案件共同特色就是交通真利便。很多人会以为社宅它可能新建的地方，相对于在土地的取得上面，可能相对的比较偏远。但是我们这一次释出的社宅，事实上都是蛮热门的地方。不过，伫这场记者会开始前10多分钟，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嘛举行记者会，表示包租代管的业者调机集团旗下相关公司调机投资，寄居系管理顾问公司逼出财务危机。民众党立委质疑，过去担任内政部政务处长的国家驻都中心董事长花庆群，甲调机前董事长李建成是山友有私交，佮用帮凶2个字质疑花庆群。兆基是得标的高手啊，总共大概有20亿的服务费由他取得。那么花庆群教授、董事长跟李建良的关系，使得这些投资人愿意去投资，而现在受害。大家都是依照采购法正常的招标评选。我本人从来不介入住都中心所有的招标的评选案件，唯一一次跟李建成董事长一起在山林里面一起活动。如果用这样子的这么片面的讯息，就要来建立好像我也是一个犯罪集团，我想民众党党团不应该这么粗糙的来指控。花庆群表示，8月已经找调机恶管的现任董事长，也有寄居系公司的负责人到国家驻都中心说明目前的营运状况。初步掌握目前2间公司营运稳定。若准讲调机出现营运袂落去的状况，嘛已经规划后续的交接机制。嘛会思考要安怎重建社会对社会主体，也有包租代管制度，甲税处服务产业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有一栋旧厝伫5当前进行围绕途经，厝拆掉了后，却因为原物料起价拢无建商要来冒工程。去年总算有建商来冒，也毋过住户是指控讲，建商摕到2600万的工程费用，却一直拢无动工。今仔住户嘛已经去提告。
台北市中正区的巷仔内底出现一块建地，啊，毋过内底拢是喙齿的石头钢筋，营造的阁是白纸，顶头阁写100年要施工，今年就要完工，啊，毋过即马完全无动工的状况。住户就出面指控，因原地大的老建物无当前围弩都市换新，厝拆了却因为原物料起的因素，一直找无建商来处理。想袂到去年有建商表示会当接手，甲营造租金2600万起了后，所用各种理由延前无要开工。预定动工日前又说不能开工，所以话我们了解是说他把这个钱拿去用在别的地方了。说我们要再造这个房子的话，他希望我们再拿一笔钱出来。这个做法我们不沟通，没有电梯。就是每天要爬楼啊！住户的指控，原地合约是定伫6月底，就要完成5楼的底板，8月要完成7楼的底板，啊，毋过却一直延前，甚至佮要求住户佮摕1000多万的租金才肯开始动工，互因有贷款佮租金的压力。尾啊，请市机关斗3工，甲检方提起诈欺的个数，完全没有去履行动工，这跟一般的这种民事纠纷其实不太一样了。我们也呼吁，希望地检所能够严正的侦办这个案件不要当作一般的民事纠纷。记者打电话给建商，建商是无要接受访问，强调已经安排8月中旬和住户进行调解。律师就建议，要都市换新的厝主，若是要和建商协议合建，签约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合约施行的细节。地主、建商、银行，他们其实是一个3方关系，然后最好就是银行来保证一定会把它盖完。这样通常是对地主来讲是最有保障。你要降低风险，那你自然就可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律师嘛强调，实务上住户若是迄时签约，无甲家己的权益保护清楚，也是签约的时阵，体条机制无明确，颠倒会互合约变作是万年合约。若是拄到建照过期，可能就会变作是衰买厝。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市的旭公路一间早顿店，昨暗11点半爆炸着火，消防局出动10台消防车去拍火，火是真紧就拍花，嘛无人着伤。也毋过爆炸嘛影响到隔壁的2间店面。初步调查是驾驶外楼造成爆炸，详细原因搁爱调查。监视器画面翕到一台轿车经过，过无偌久，早顿店就发生爆炸。8日暗时11点多，彰化市旭公路一间早顿店发生爆炸，爆炸威力真强，毋但出现火星，店内天棚的插头、碎玻璃嘛弹到对面车落去，附近的民众拢喘一条。对啊，我们都被震起来了。上没什么。我这没有人，无人有遮过，嘛无人受伤啦哈。没有。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10台消防车、23位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救援，发现店内火烧厝，赶紧报水线。加在火势真紧就控制落来。8日透早，火调人员也在现场调查。早顿店头家表示，8日下晡有来店内，一切拢正常，唔知影哪会发生意外。其实我4点有过来了，可是我只是把面包搬进去而已。所以那时候都没有闻到有异味吗？没有，因为我对那个很敏感。依照现场的基证，那物品的位移，那初步研判呢是液化石油气的泄漏，然后引发爆炸。现场的瓦斯桶装数都是各3支为60公斤，未超过法规的备用量。消防局表示，这场爆炸除了意外现场，隔壁还有2间店面受影响，无人受伤。初步调查是瓦斯外漏造成爆炸，那现场店家瓦斯坑的量符合规定，详细事故原因也在调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年6月，新竹市一间便当店加速爆炸，造成2个厝边不幸过往。有公民团体就要求讲，应该要全面来检讨台湾的加速天然气的安全制度。目前有无同款的燃气设备，有无同款的主管机关。伊嘛呼吁政府应该要设专职加速安全主管机关，推动跨部会合作，甲法规的修订。监视器翕到路边的人家厝闪过一道火光，这是6月初新竹市的一间便当店。初步研判是家属楼下拄着火车来爆炸。这几年各地常常有燃气事故，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要全面检讨台湾燃气公共安全的制度。过了10几分钟，他想说家里的瓦斯应该散得差不多了，他想说那他要重新去把他还没有煮完的鸡汤煮完，那就开火，结果就瞬间就炸了。如果没有办法靠一些安全的设备来帮忙协助民众提醒的话，其实还是再怎么小心，还是很容易受伤。
上团体分析，目前伫店头普及的液化石油气加速桶是上大的安全隐患，包括加速桶的马路母自备装置无普及，若无到这无细力顺着开关，也是加速管突起，都可能会漏射。佮有加速管线的调节器，照法规应该爱用 R280的规格，毋过多数业者煞搁咧卖旧贵的 R500调节器。另外，民众咧用液化天然气加速炉，佮有一寡人也袂到微电脑加速表，歹监测漏射的状况。因为商业场所是经济最活络的地区，像市场、餐厅、饭店，他们使用的瓦斯这个方面，这个都要很严格的规范，没有一个单位平常做足。上团体嘛点出，民众用加速桶也是天然气加速炉，时间一久，规家早就对袂着法规。安全设备普及率低以外，现行佫欠一个统一的权责机关管理、检测甲查核。像天然气属经济部管，液化石油气是消防署一人一家带。我们在目前的法规是没有强制的部分，因为机械表也是很好，现在装置率的比例可以到达72%，不愿意装置这种微电脑瓦斯表的原因，那主要是。微电脑瓦斯表的话，它的月租费会从原先的机械表60块钱到100块钱。互人问到感受思考到加速桶安全设备的管辖，消防署回应，照消防法的规定，经营家用液化石油气零售事业者，应该爱有安全技术人员做中期检查，定期向地方消防机关申报。另外，加速业者嘛应该爱伫达回换用气了检查管线，感受到好势无漏射，而且2档都爱提供一摆安全检测服务，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假使爆炸意外直接发生，甚至有定定造成严重的伤亡，安怎会当来发现可能假使外漏的状况？那真正出发生问题，会当安怎来处理，预防意外发生？今日解剖新闻呢，就请吴欣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咱咧使用假使真正爱注意安全。若是讲闻到臭味，或是讲听到消防的声音，就要警觉。这个时阵绝对唔好点火，咱会当用杀蚊水抹伫咧假使的开关，抹伫咧假使的管线这个接头。若是讲有起泡，就代表假使漏出来呀。也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的指示。发现假使漏射唔好插电器，较袂讲来出火车造成讲爆炸。过来假使桶就要关好好势，准好安，甲窗仔门开开来通风。也咱人就要赶紧去到外口，卡119来报案。毋过咱也是有可能会无注意到假使已经漏出来。要提防这款情形，咱就要提升居家安全，伫咧厝的装假使的侦测器。这个侦测器就是讲只要假使漏出来，这机器就会记就会弹来提醒讲咱有危险，就要落去应变，就是头拄只咱讲的这几步。过来配合这个微电脑的假使表，这个假使表就是讲只要咱一个假使漏出来或是讲袂记你禁火，或者是讲拄着地动，这个假使表呢，因为是这个电脑真智慧，伊会家己主动来甲这个假使切好灯，来确保安全。也这嘛是政府真积极伫咧推动目标是要达好拢有这个微电脑的假使表。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甲时间交等着主播。感谢吴欣哦，咱个继续来关心司法部今仔嘛甲电信购科技业者推出 AI 轰炸警示的新功能，未来民众若使用到可能是诈骗的网站，就会有警示，网购会当来减少民众防诈骗的风险。教育局台湾对现样的捌打送互民众，司法部测试伫记者会公开表扬通报上万件网络诈骗的民众，做伙公道所谓犯罪。同时协力棒打诈骗。不过，干那靠民众通报，主管机关审查甲处罚，恐惊真恶应付 AI 时代的诈骗模式。对此，司法部甲电信科技业者推出轰炸警示新功能，互民众伫上网络连到诈骗网站的时，会当即时看到警示的画面。透过这个 API 通报给司法部，接到这些情资以后，我们一样用 AI 的方式
来做相关的这些研判。过去诈骗网站对互人发现到通报和司法部的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要搁透过行政处分的流程才会当进行封锁。不过有的案件真复杂，需要几啊点钟进行确认。诈骗集团就利用这个空隙，继续骗民众输入个人资料，也是转销付钱。不过即马引入 AI 了后，判图及时警示，甚至是通报，只需要无到1秒的时间，会当伫行政处分确立进程，赶紧甲互人诈骗的民众抓落来。司法部统计，2025年所谓打诈的成效，目前社群平台甲诈骗广告落价，平均需要开3点半钟，而且处理的时间有可能更较短。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民间扫描的好人队，希望更多的 AI 量能可以挹注到通查网，让通查网可以有更高的视野，发掘更多的诈骗讯息。诈骗资讯警示系统的业主嘛坦白讲，公部门提供证据，民间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比起虽然做虽然下，更较有效。嘛呼吁要继续公私协力，打造全面参与的防诈生态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交通部观光署公布114年国人国内旅游是有2亿4700外界，比前一档成长1成外，开销嘛比前一档增加9%外，是这几档来上济。调查嘛发现，讲有将近8成拢是算一天尔，是无断暝。有学者是指出讲，这可能是咱国内交通真利便，嘛有可能是饭店伤贵咯。休纸大家拢想要去佚佗，车站、机场人是排甲热长，假期要安怎安排？旅客心内拢咧跌算盘。我自己一整年在安排旅游的话，我都是先考虑国外旅游。国旅的倾向尽量能一日来回就一日来回，因为住宿太贵了。确实是比较有点贵啦，但是如果出国的话还要买机票什么的，所以可能如果就方便性来讲，可能还可以接受。观光署公布上新的国民旅游调查，114年国民旅游人次来到2亿4761万，国民旅游总支出拢总5643亿，拢拼过历史新高。统计嘛显示，一天来回就占要8成，另外民众较晚生活区仔附近旅游占比嘛要7成。为什么大家觉得一日往返就够？当地的旅游丰富度可能是不够的，房价可能在友善度上面还要必须再做一些改善。政策上其实都有规划，那办法也都有。那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说，站在国旅发展的部分补助的这件事情，预算一通过，我们就会赶快处理。另外，观光署嘛公布114年来台湾的旅客调查，日本是上大单一客源市场，也那新南向主力7国来台湾的旅客嘛占30.07%，消费率是美国旅客上悬，平均每人每工伫咧台湾消费是242.84美金。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要鼓励生育，有民间团体公布一份民调，指出讲有5成5的民众望讲政府会当正式公托的名额，无应该一直来补助违法率阁真悬的准公托甲私托。有7成的民众嘛表示讲，目前的脱离是分做托婴中心甲幼儿园，嘛互家长是真困扰。因呼吁政府应该整合6岁以进前拢会当伫同一间机构。为着要减轻生育、托育甲教育的负担，中央有推出0至6岁国家斗市的政策，地方也有推动政策，要来增加公共托育，也是补助私立托育等等。有民间团体就针对托育政策好感度做民调，结果指出54.9%的民众对增加公托名额有正面的看法，若对补助私托政策有好感的是18.3%。有家长团体表示，就算有补助私托甲准公共托育，不过定发生收费无透明、违法超收甲不当对待囡仔这个问题，因希望政府把资源集中在公托。准公共呢，它是由私幼转型而来的，那里面的师资跟品质，坦白说真的是问号。师察选到了不 OK 的，那受害的是谁？我们的孩子。民团嘛另外指出，台湾目前0至2岁托婴归卫福部，3至6岁托育是归教育部。对这两段式制度，有7成的家长感觉困扰，因为2岁以前的托婴结束了后，若抽袂到公幼，家长就干那会当送私立的，还是请幼儿假，甚至爱自头路家己顾。囡仔嘛要个重新适应环境。民团嘛呼吁政府爱整合0至6岁幼托制度，嘛爱避免这个中断影响人生规划。我有找到0到2岁的公托，结果到3到6岁阶段断裂了嘛，可是我又抽不到3到6岁的公共化幼儿园的话，那我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第一个是要去找私立托育，
更惨的是，那我就干脆在3岁前再请一次育婴假，这是家长的困扰。那我们也都知道，就是比如说像今年同酬日公布之后，我们又知道性别薪资差距又进一步的扩大了。那谁会离开职场，然后回到家中照顾小孩，往往都还是妈妈。民间团体指出，像韩国自2003年开始推动零制大会的整合，统一由教育部来做主管机关。因建议政府会当参考韩国的模式，成为扩大公共托育的名额，才会当落实减轻家庭的负担。记者卢仲如、郑春友台北报道。肺癌是咱国人癌症死因的头名，因为肺癌早期无明显的症状。南投县政府4档来进行大规模公费的体检，有11300多人来进行体检，其中85个人发现有肺癌，通提早来接受治疗。肺癌是10大癌症死因的第一名。卫福部4年前就推动公费肺部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的体检补助。南投县政府4年来嘛完成11000多人的体检，成功发现85位肺癌的案例，大部分拢是无症头的早期肺癌的患者。南投卫生局表示，家在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阿公跟爸爸都有抽烟，所以我们都有洗2手牙。那妹妹的是0期的肺腺癌，所以呢，我觉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2年会使来做一遍这款的检查，这款的检查做起来真紧，若对身体嘛无侵入性，若真正发现到有可疑病灶，咱会转去会使处理的病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南投卫生局表示，做公费肺癌的体检，不是专门普遍来体检，是精准的体检，整合南投县的医疗资源，串联病院做体检的服务，追踪治疗规套的模式，卖去社区来宣导，鼓励高风险的族群去体检，达到提早发现的防治效果。你若是讲厝内有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囡仔，兄弟姊妹有肺癌的吼，一定的年龄，还是讲你即摆结婚、食20包年，拢符合咱公费体检的对象。咱这不是全民筛检，主要是精准的一个筛检。南投卫生局表示，目前南投县有7间病院会当做体检，嘛会当至13间卫生所先咨询。医生嘛表示，若是检查出肺部无正常，唔免惊吓，按照医生的建议来治疗，定期来追踪内使。重要的是要把握黄金的治疗期。记者洪医修南投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因为俄乌战争，北欧的丹麦在2024年宣布阿兵哥的役期对4个月延长到11个月，嘛开放查某人会当去做兵。昨昏就有1600个新兵入伍，其中包括19岁伊莎贝拉公主。伫丹麦南部奥克斯伯尔兵营，车上有一批新兵入伍。伫辅导官兵的引导下，这批新兵依照程序进行报道。面对11个月做兵的生活，真侪新兵拢讲真紧张，阁真期待。Of course, I'm quite nervous, but I'm also very excited to b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r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丹麦采用征兵制甲义务役并行的体制，若招募的人数无够，就透过抽签征兵。不过，面对俄乌战争引起的欧陆危机，甲北极格陵兰的领土战略压力，身为北约成员国的丹麦，真需要大大强化军事防御能力。丹麦伫2024年决定将兵役期对原本的4个月延长到11个月，嘛头摆开放女性做兵。今年入伍的新兵内面，女兵就占20%，其中包含19岁王室成员伊莎贝拉公主，为着要挺国家的政策，王室嘛对外宣布。公主会放弃所有的薪水津贴，义务做兵。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and therefore it's a big thing that I'm here. 丹麦军方重新规划役期，甲训练的任务，伫新制度下，新兵会接受5个月的基础训练，接落来进行6个月第一线战备任务。军方同时嘛成立无人机小队，提升现代化作战的能力。Our population is simply too small to have a large army, so meaning that we're changing the conscript to be as it was in the old times, being 11 months length, and this enabled us to train them and to fully train them. 丹麦嘛伫这个月头摆部署义务役士兵前往格陵兰，一个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连队，会驻扎伫当地1个月，接替职业军人执行实际的战术任务，展现维护北极领土主权的决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中国的稀土真稀罕，所以直接利用管制稀土的出口来对抗欧美国家。美国有一间新创企业就宣布讲，因开发出矿渣再生的制定，一档会当生产出200公斤的钽，按算2028年产量会当增加到120吨，会当用来替代稀土，提供给国防等高科技产业来使用。中东战士和美国做的科技武器了真济，包括爱国者飞弹、战炮飞弹，还有海马斯火箭弹等等武器的库存，引起美军甲美国的关心。啊，毋过要甲了起的数量补上去，除了做军火业者就要赶工，原物料的供应链嘛要配合才通顺利。面对中国用管制稀土出口的手段来对付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川普政府嘛要求相关的产业要赶紧甲飞航供应链敲好势，特别是稀土的部分。They are a group of 17 different elements that are used in small amounts in critical technologies across defense, aerospace, energy and electric vehicles. 像讲这足迹的矿产内底的钽，是制造动光温、永久性气体真重要的物件。为飞机到空布列萨、发电机、眼镜拢袂当欠一。成立无到10档的航空控制再生公司，就是用提炼矿产内底所得到的钋，也是废弃哈滴，找到当利用的再生资源。毋过原地产能逐档200公斤尔，凭美国国防产业逐档需求的50吨到100吨比起来，差别实在是伤大。前几天美国国防部甲业者就签约，要赞助业者甲产能提悬，其中航空公司摕到5亿美金的贷款，要伫咧未来3个月内底，甲每档的产能提供到5吨，预计伫咧2028年达到120吨的目标。With the increase in global conflict,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demand for rare earth metals, but there is also an increase in the shortage of supply. Ultimately, it will be a tall order and a challenge to replenish these stocks and scale up in the time frame needed to meet defense demand. 当然，嘛有其他业者甲敢讲转去欧洲，像讲法国就有废弃的矿场，互美国的业者真介意，准备要重开生产线。虽望讲比英国、中国买稀土的成本悬真济，毋过美国的业者就认为，以一个价值1亿5000万美金的武器系统来讲，稀土所占的成本嘛干那2-3万美金，所以整体武器价销并未因为安尼就起去哩。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新地一个60岁姓杨的查甫人哦，因为风翕到超速，疯开几啊张罚单，伊竟然半暝提家驾驶，要甲一支固定式的超速摄像机哦，甲伊固断。警方抓到人，也毋过这查甫人佮正讲，伊是要测球啊。警方嘛已经甲伊送法办，伊嘛爱赔偿。3更半暝，竟然有人伫大路寄物件，而且佮发出火光。详细甲看，伊当咧寄专门掠超速的翕相机。代志发生伫新德关关西大山线，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伫附近掠到姓杨的嫌犯。嫌犯正讲家己是咧寄球啊。我在锯树啊。你用这个锯嘛？锯树啊。这个可以锯树。这个可以锯树。树那么粗，你用这个砂轮机可以锯。警方当场伫嫌犯的奥多拜查到破坏驾驶，互嫌犯无法度辩解。嫌犯讲过去因为互人掠到坐摆超速，唔甘愿，再伫半暝啊来破坏设备。杨男疑因遭测速照相取缔，又因近期多次交通违规遭举发，心生不满，竟破坏测速设备泄恨，全案依毁损等相关罪嫌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继当天早起，厂商到现场检查设备，也惊得要登起设备倒去，影响过路人的安全。要先拆走，然后这个头要拔掉，不然那个断了会倒下去影响行车。我觉得太夸张了，因为那个设备是公家的东西，而且你开车的时候本来就是要遵守速限。那这样应该是。就是毁损公务吧，这样子应该反而因小失大。警方表示会甲嫌犯移送法办，伊唔拿面对损害公务的刑事责任，刷起白负担赔偿违例的费用。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再来看嘉义市细县路4段一条巷仔内底有一个住户，常常拢会检举厝边乌白停车、制造噪音等等。今年1月到达，就检举超过127届哦。伊的厝边是做伙开记者会，指控讲伊拢乌白检举、乌白报案，毋但浪费公共资源，嘛严重影响到社区。巷仔内底住户说明去用乌白检举的代志。嘉义市细县路4段一条巷仔的20外位住户，召开记者会，控诉巷仔内有一个厝边，卡袂着就打电话报警，
为1月开始到今，巷仔内所有厝边已经互伊检举过拢总127届。比如说开电源的开关声太大声，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家走路的声音太大声，或者是凌晨的时候他会说我们家有人在上下跳动，用力跳动，对，或者是说我们家洗衣机太大声，就是只要是声音类的东西，他几乎都报过。早上的时候固定都会带狗去上厕所，然后有一天不小心遇到他，然后他看到我以后就去派出所告我跟踪。我那时候就是金，拄啊点落。环保局就来啊，车15便啊点落来，啊来无法度啊开一项叫副驾安尼，你我会食啦袂？厝边顶是营收一个证据，因为这款黑白报警的状况影响到大家的生活，浪费公共资源。不过，互指控的人煞表示，伊检举的代志拢是考虑到安全，而且嘛提出监视器，讲这个厝边黑白刷伊的机车，连砍车的布拢互人理破。有时阵佫用手电来照伊的目睭，因为这个厝边是故意针对伊。他去动我们家的车子，他就是在捣乱的，每天来捣乱的。本来都是好好的，是被他们一直搬了20几天，所以变成这样子的，失案的。他们用6台监视器在对付我们家，说而且是呛哦，说我就是要针对你。警方指出，这位自豪的报案，大部分是停车、厝边纠纷，佮有噪音等等的事件，拢有按规定派警员来处理。提供资讯的律师就讲，报案的电话关系到警力的资源分配，但是因为黑白报警来影响到别人，可能要负担民事责任，呼吁厝边之间爱理性处理，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云林有民众伫拿来一间面搭买米粉汤，所发现讲内底有一只胶纸。今仔卫生局人员嘛去店家稽查，这个头家早起嘛出面回示咧，讲伊个店会先休困来大消毒。面搭铁门关落来，工作人员无用伫咧喷酒精消毒，边仔阁有工作人员撸涂骹，因为最近有民众到云林拿来这间面搭买米粉，买回去准备要食的时阵，所发现米粉内底有一只有够大只的胶纸，随敲电话通知店家。我们修商店大概会做哪些动作？这样？我就全店清消，然后让卫生局他今天来刚好看了我怎么配合。我配合好之后，我礼拜4可以再开门，不行我就修到卫生局说好，你可以开门再开门。店家就表示，接到消息了后，已经甲消费者回示咧，家己休困3天进行全面消毒清理。也那云林县卫生局就表示，初时透早已经有派人去店家稽查。对，就是民众的反应，我们一向秉持的原则就是接获通报，我会马上进行稽查。那如果查有违规，会依法进行裁处。那也请就是民众放心。云林县卫生局就表示，最近天气真热，不管是环境卫生还是食材保存，拢真重要。呼吁业者都爱甲食品安全做好势。若经过检举稽查了后，有违反食品卫生良好规范，会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罚600块。记者综合报道。宜兰乌石港的上金船，伫昨下晡5点伫龟山岛往南方蚵的方向发现大批乌鹅。蔡民众走出海岸海底20多吨的导览员是讲，这是伊头一届看到100多只乌鹅。这款乌鹅是第2级的保育动物，活动的范围是真大，所以真罕得会当看到。咱嘛做伙来看卖。一群乌鹅伫海底自在游水，乌石港开经河上经船，初3我暗5点，伫龟山岛以南往南方蚵的方向发现一群乌鹅，初估计有上100只。上经20多年的导览员李浩讲，伊一世人第一摆看到这么大群的乌鹅。从事赏金活动那么多年，今天看到的喂虎鲸是最多的一次。这批乌鹅有已经大汉的，嘛有幼婴仔。导览员讲，这代表这个族群非常的健康。乌鹅伫台湾属第2级的保育类动物，是大洋性的鹅类，活动范围宽。伫台湾东部外海、澎湖甲高雄海峡拢有机会通看到，不过观察到的几率其实无太悬。虎鲸在台湾的观察虽然说不是很少见，但它跟其他更常见的种类相比，它确实就是比较不常被发现啦。乌楼海洋文教基金会表示，乌鹅定定是归群出来，而且会像幼鹅同款做伙拍蜡。台捌记录过乌鹅做伙育基鱼、飞乌虎等等的鱼仔，推测这届可能嘛是为着要育鱼仔，才会互人伫近海观察到。如果在赏金船上看到喂虎鲸的时候，我们就远观就好，那不要太大声的去惊扰，以及或者做相关的一个喂食的动作。县政府指出，过去记录到乌鹅大多数拢敢若20-30只，上100只做伙出来实在真罕见。嘛，呼吁上经船若是观察到
着相关的族群尽量爱较点的，莫甲吵着，搁较唔通甲饲，减少对恶劣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新兴区林森路车真多，速度阁真紧，有路口定定发生车祸。里长争取要设青红灯，也毋过是还无到会当设青红灯的标准。交通局参考国外做法，伫遮设高雄头一支快速闪熄警示灯，望讲会当来改善交通安全，效果若好，未来卖来推广。民众徛伫斑马线等几步唔敢过，也有徛倒摆的民众明明无需要两大石倒挖，来到遮也是停落来等，看无车才敢挖。主要就是因为高雄市林森路甲旧定路这个路口，过路的人车多，速度够紧，不过所无设青红灯，民众讲常在发生车祸。车子真的很多了，都不让人家都对了啦，一直在冲啊那样。赶要紧过中正路嘛，无伊啊动地啊足久，啊你中正这条巷啊。一条路小停路出来，人看这边的人都会出来，这边较紧啊，因为边过中正路过，伊速度较紧，这边出来袂有，拢嘛是一定的车祸啊。土地住户若无同意，有一方无同意，咱就做袂成啊。啊，做袂成的时阵，就是继续边紧吼，差不多逐个月，也是讲吼2礼拜啊，就拢有。阮的里面若是安尼徛过嘛，定定去受伤，也是讲外地来拢定定伫遮受伤。根据警方统计，今年到7月底，这个路口已经发生4件车祸，其中2件有人受伤。里长讲，因为住户无登记，佮加上路口宽度敢若60公尺，无达到设青红灯的标准。加在经过各方的努力，现在交通局按算要参考国外做法，配合路口重新规划设计，来设高雄头一支快速闪示警示灯。透过车道瘦身、标线庇护岛的方式。简化路口动线，并提供行人安全的等候空间。另外，交通局也向中央申请了行人快速闪光号志，那争取今年第4季核定后，那紧速发包施作。高雄目前有巷仔有类似的警示灯做法，用红色的圆灯来提醒民众车速放慢。啊，若这款新型的快速闪示警示灯，外景会亲像警察局做的这款，不止个火会愈光愈眼目。交通局讲，旧定路遮是高雄头一大示范点，未来若是效果好，会扩大推广。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屏东的往来甲爱文酸雅真出名，为着外销，屏东县政府伫潮州起一间国际包装加工厂，按说明年2月开始营运。对检疫、分级包装甲物流，拢会当伫这间加工厂来完成，会当来减少仓库甲运送的成本。工作人员细致检查，甲要出口的爱文放去面仔，了后用纸箱装好，送到冷冻货柜，就准备再去机场。今年6月时，屏东酸雅成功外销到法国的超市，引起网络讨论。为了维持农产品品质稳定，屏东县府用6年的时间，伫潮州设置国际包装加工厂，预估明年2月就会当营运，协助农民降低运送损失，提升外销数量。那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会有不同的管理方式，然后我们会提供一个稳定的价格，作为一个诱因来鼓励我们的农民，然后也让我们的农民借由一个包装厂，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奋斗。屏东是全台重要的热带水果产地，往来一年产量超过10万吨，全台第1。酸雅种植面积要4200公顷，全台第2。县府表示，因为屏东无加热含检疫设备，农民爱甲水果送到别个县市处理，会增加运输成本。这个加工厂建制了后，就会使降低果子耗损风险，稳定品质。品质控制，然后通过检疫，然后包装，能够顺利的销售到外国。启用之后呢，它可以处理我们的凤梨呢，每天大概100公吨，然后处理我们的芒果呢，大概30公吨，大概可以处理到我们整个外销量的50%。蔡英文副总统萧美琴嘛，教育潮州关心设置的进度，未来包装加工厂预估处理5成左右的出口量，逐年创造6亿的外销产值，期待降低冷冻含货运成本，协助农民甲优良的农产品卖到世界各地。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湾有真强的食物探证的技术，也毋过这几冬因为天然新科食物进口受到管制，业者是真烦恼讲，这影响到咱国际的竞争力。桃园市的农业局嘛强调讲，因会来向中央反映。用40万甲红红叶 FG 标落来，这盆顶级的天然青科观叶食物，背后毋是单纯的收藏，却是一场育种的比赛。业者拍算摕来当作育种的母本，要继续探证。它把叶色做得非常的深，有别于以往的浅绿色。
再来呢，它的营脉呢非常的丰富，以外呢，它的营脉的跑法呢像是羽毛状一样。农委会对180年5月加强会核会数、万力用数、甲乌叶观音莲树等天然青科食物的检疫。6月检测了后，10月15正式禁止对发生国也是地区输入，间隔管制1年，说服产业面临整源的动战。禁止输入之后，其实原则上已经断层了。往年有100家厂商，那现在可能只剩下50家了。你没有新的东西，你只能卖4年前的旧品。这个市场它要发展的越来越好，它需要基因改良。那这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办法进口外国优良的母本。业者表示，关后会核计小对100-200块到数十万块拢有。台湾的番薯技术成熟，疫苗大约半冬到8个月就会当出苗。不过因为欠缺新品种的母本，疫情的优势需要慢慢的变小，甚至和国外越过。桃园在植物产业的聚落其实发展的相当完整，所以我们也会持续透过产业的辅导，像是国际交流或是市场的这些拓展，来协助业者。农业局表示，在兼顾食物检疫安全的前提下，会继续收集产业的需求，协助向中央反映第一线产业对新品种甲国际制接的需求，期待当研议更较科学、精准、甲风险分级的检疫甲引证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850万的慢性病人，专家讲改变食食甲生活，治疗效果是比食药啊更较好。一日行5000步，就当来降低3成的死亡风险。有民间基金会甲诊所超商合作，鼓励民众甲行路、量腰围、加食一寡菜色、果子等健康的行动，落实伫生活中，会当去超商换茶米卵、豆奶等健康商品，咱做伙来了解。现代人工课压力大，食食甲生活拢较无正常。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国内有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这慢性病的患者超过850万人。有医师就指出，若是量早检查出代谢真好菌，提早治疗，就会当避免变做是慢性病。也有国外研究发现，改变生活的形态会当降低引起慢性病的风险。生活形态的改变，生活方式的介入策略，可以降低这个糖尿病的风险，达到接近60%哦，是吃药组的2倍哦。为着要响应政府健康台湾、防治慢性病的政策，青市有基金会甲基层的诊所、超商合作，打造社区健康支持的系统。国健署也表示，对去年开始，新增免费的健康检查提早至30岁开始。病院也参与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希望民众量早发现、量早治疗，建立健康的习惯，降低慢性病的风险。在代谢症候群防治里面其实我们收案超过60万人，而且借由卫教生活形态的咨商，其实我们有20%的人其实是可以逆转代谢症候群的。要维持健康，必须男性腰围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0公分，日行5000步，7000步更好，10000步更加。多摄取蔬果，特别是新鲜的蔬果，那减少油炸。医师也表示，健康无直效用，要对生活做起，呼吁民众要定期运动、行路、量血压、量血糖。食饭的时阵，尽量让菜色甲水果占一半的比例。伫日常生活中自我管理，才通健康食饱哩。记者顾玉琪、林秀凯台北报道。过10天就是旧历7月初1，鬼门要开咯。已经有172档历史的家人中元节，今年8月12到9月11举办。今年嘛等是有史以来上大的水灯柱，部分停办的传统科仪会搁办转来。8月2日暗时会放水灯。基隆市政府为着要拼观光，嘛推出真侪活动。一个搁一个做工有路的水灯柱，这拢是基隆中元节放水灯仪式重要的主角。基隆中元节是台湾历史上久长的民俗祭典之一，嘛是头一个指定做重要民俗类的国家文化资产。基隆市长拜二公布今年活动内容，除了有传统祭典科技，嘛有规划演唱会、艺术展览、规系列的活动，希望三甲文化拼观光。让我们中元祭不只是承载了基隆过去的历史记忆，而且还可以迈向一个国际港湾城市应该要有的观光文化特色。
家人中元节，但年拢有一个字谢宗亲轮做主仆。今年做主仆的是老长道谢宗亲会。宗亲会表示，这摆典是历来上大的水电厝，互民众近距离欣赏，卖恢复过去停办的部分传统古技，希望会当甲传统找倒转来。都甲水电厝摕去主保团去做一个发挥一个仪式，是以前传统本来有，因为咱时代改变。变做无的物件，能够找回来。譬如讲，咱今年有一个预告商场的仪式。嘉南市政府表示，今年嘉南中元节为8月12到9月11举办，其中上有代表性的放水灯仪式会办伫8月26暗时11点。另外，还开看门、主仆绕境、中原普渡甲怪看门等活动，互民众做伙感受传承172档的中元节。记者郭金用、谢桂林嘉南报道。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